喺報紙經常可以見到超市嘅廣告標榜最低價，買一送一等。不過市民又信唔信真係咁平咁抵呢？我唔信廣告嘅，我睇實物㗎，我自己睇，我見到佢啲實體，然之後睇個價錢度，廣告有陣時係有啲誤導嘅成分，我覺得。其他鋪頭都會夾價嘅，即係唔會只一間咯。同埋有時有每禮拜唔買，我發覺禮拜五一定唔平。點解？多數禮拜四都平嘅，1至4都發覺仲平過禮拜5。消委會喺舊年10月至今年嘅2月比較過超市288款嘅貨品價格，當中發現百佳有70%喺星期五嘅平均售價最貴，惠康就有50%半係最貴。相反係星期四，百佳就有50%嘅貨品係最平，而惠康亦有約47%嘅貨品係最平。換言之，消費者喺星期四到兩間超市購物，買到平價貨嘅機會就較大。消委會亦都發現，有少數貨品喺多個星期五提高售價之後，喺星期六再減價，以吸引消費者。消委會建議市民去超市買嘢之前，可以隔多幾次價。從我哋嘅可以睇得到呢啲咁樣嘅情況底下呢，其實每一個超市裏邊都唔係話俾你聽，佢譬如話禮拜五係最平嘅時候，佢每一隻貨品呢都係當日係最平嘅。咁所以你要自己去認清楚，你自己去睇清楚。你譬如我平時買開係幾多錢啦？咁我係唔係禮拜五就淨係話去聽咗呢個宣傳嘅標語，咁我就話咁我禮拜五去買啦。咁亦話其實應該做一個精明嘅消費者，我哋真係去睇清楚，去格一格價。百佳就話今次比較嘅貨品只有280幾種，佔佢哋出售嘅3萬幾種貨品不足1%，所以數據未必反映到現實情況。百佳同惠康又指貨品嘅定價受到來貨價、成本同競爭環境因素影響。